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於1976年成立，係一間以人為本、銳意創新、關心弱勢社群嘅社會服務機構，實踐耶穌基督傳揚福音同服務人群嘅精神。多年嚟，我哋喺基層地區扎根，以與時並進嘅態度及靈活創新嘅手法去回應長者、青少年、復康人士、幼兒及社區弱勢社群嘅需要。本會轄下有7間幼兒學校，為2歲至6歲嘅幼兒提供全日嘅照顧及教育，培育幼兒均衡發展。學校亦會為有需要嘅家長提供幼兒暫託及延長時間服務，同埋兼收輕度弱能兒童服務。我哋幼兒學校有好多嶄新課程教案，其中最受家長歡迎嘅係生命教育課程及兒童理財課程。學前生命教育課程以美好生命質素作主題，配合體驗活動，俾幼兒認識自己嘅能力同埋限制，體會別人嘅感受。另外，亦都安排老師及家長嘅工作坊，幫助佢哋了解課程，建立對生命嘅個人反省。課程中嘅尊重生命教案，曾經獲得明報評選為05年生命教育傑出教案。理財教育包括一個關於兒童理財嘅家長講座及攤位遊戲日營。兒童喺家長嘅陪同之下，穿梭於各個攤位之間，努力完成任務。透過參與、經歷和體會自我管理嘅責任，同埋明白計劃嘅重要。我哋有5間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、2隊區域外展工作隊及學校社工組，為新界區嘅青少年提供多元化服務，啟發佢哋身心智能嘅發展，跨越成長挑戰，以達全人關懷嘅目標。創新服務計劃包括透過才藝培育，鼓勵青少年創作、分享同埋追尋自己嘅夢想。我哋各個青少年服務單位都培訓咗好多隊出色嘅舞隊同埋樂隊，其中不少更加取得獎項，同埋獲邀喺不同場合演出。長腿叔叔信箱服務自1994年設立，為小3至初中嘅少年人提供文字輔導服務，並與學校及商界合作，舉辦講座、義工培訓等，俾更加多社會人士認識少年人嘅內心感受及成長需要。天使護航計劃喺2008年成立，為天水圍及元朗區18歲以下嘅懷孕少女提供服務。由具備育兒經驗嘅義工教導年輕媽媽照顧 BB 並作情緒支援。計劃亦會為年輕媽媽度身訂造多元化嘅活動，協助少女面對因為懷孕而出現嘅各種問題。天朗中心喺2008年成立，我哋獲得社會福利署委任喺天水圍開辦青少年濫用藥物輔導中心，主要服務區內嘅濫藥青少年，加強各界人士關注青少年濫用危害精神毒品問題。臨床心理輔導透過心理評估及輔導，提供適當嘅心理治療服務或作出服務嘅轉介。我哋喺2006年增設學習支援服務，為有學習困難嘅學童安排訓練，並為其家長提供專業嘅培訓，俾佢哋掌握協助呢啲學生嘅技巧。由2001年開始，我哋獲得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，為新界東接受警司警戒嘅青少年及其家長提供輔導服務及和解服務，讓青少年人認識法律、自尊自重，學習承擔責任，重投社會，減低再犯事機會。我哋長者服務喺沙田、葵青及屯門區總共有14個服務單位，包括地區中心、鄰舍中心、日間護理服務、護理安老院等。本住家居及社區照顧嘅方向，我哋有多個創新服務回應長者嘅需要。長者進修在信義係同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，至今已經有5年。計劃理念係為50歲以上嘅人士提供一個可以幫助擴闊人生、締造精彩生活嘅課程。我哋獲得公益金嘅贊助，推展為期3年嘅生命花園計劃，針對邊緣抑鬱長者，透過專業介入，包括生命故事手法、園藝治療、藝術治療等等，協助減低佢哋嘅抑鬱情緒。我哋積極推廣音樂治療，聘請音樂治療師為中風、老人痴呆、抑鬱等嘅長者舉辦一系列嘅音樂治療小組，並訓練社區人士成為美樂天使，俾更加多長者體驗音樂嘅力量。
呢個計劃係針對由屯門醫院轉介嘅出院長者，俾長者喺好返之後返到屋企能夠適應家中生活，或者可以喺家中接受康復治療，而無需令長者入住醫院。欣怡居係我哋最新開辦嘅一所私營護理安老院，喺2010年初已經開展咗服務，為有需要嘅長者提供一個安逸嘅居庭，當中包括24小時住宿、護理、康復及日間照顧服務。我哋嘅復康服務包括有天恩展能服務、葵盛宿舍同埋葵涌地區支援中心，為弱能人士提供住宿照顧。我哋亦推展假期照顧、家居訓練、支援網絡及職業治療服務，為更多弱能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支援。創新服務有葵涌地區支援中心喺2009年成立，服務殘疾人士，包括提供個人及小組訓練、康樂社交、照顧者訓練同埋社區教育，以強化殘疾人士嘅家居及社區生活技能，同埋舒緩照顧者嘅壓力。服務智障人士多年，我哋發現智障人士家庭中潛在咗唔少家庭抗逆能力嘅元素，故此喺2008年舉辦智障家庭大賞，藉住選舉以表揚家庭喺照顧智障人士嘅努力，希望藉此喚起市民關注智障人士家庭，並且發放正能量，成為其他家庭嘅祝福。就業輔導服務包括展翅計劃、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、創建前程招聘平台同埋再培訓嘅服務，為待業人士提供技能培訓，幫助佢哋尋找及適應工作。我哋亦與不同嘅企業合作，舉辦多個招聘會，為待業人士創造就業機會。關懷社獲伙伴倡自強資助於2007年成立，服務範圍包括生產及銷售長者康健產品及社區陪診服務，提供基層職位，協助新界西中年婦女就業。葵涌關懷網主要服務葵涌村內家庭，包括新來港人士、綜援及低收入家庭同埋南亞裔人士，以外展並及早介入等方法，協助有需要家庭處理問題，並結合社區資源網絡，推動居民互助，協助區內有需要家庭。專業培訓中心致力為全港工商企業、政府部門、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培訓服務，令服務使用者喺個人及團隊建立卓越同埋具效率嘅表現。我哋一直致力推動商界參與社會服務，推廣企業社會責任。合作範疇包括協助組織企業義工隊、協調物資捐贈、贊助本會服務弱勢社群嘅活動。30幾年嚟，我哋由沙田一間青少年中心發展至今超過40個服務單位，超過700位同事，一直係以服務基層為己任。喺未來，即使面對社會環境急速嘅變化，我哋仍會抱住積極態度，上下一心，繼續關懷弱勢社群。